Hello， 我係 Stella。今次呢條片嘅內容咧係拆解想搬上中山，但係租樓好、買二手好，定係睇新樓好？因為太多朋友仔咧私信我，各自都有自己嘅一個諗法，所以咧我覺得呢條片好有必要掟出嚟俾你哋去睇啦。咁我同你哋講，10個人咧有9個都係亂咁嚟噶，聽朋友講2句或者睇幾個視頻就撲咗去做決定，咁結果咧搬咗入去先發現同自己諗嘅係2回事嚟嘅。咁所以啦，我今日呢條片啦就同你拆開3條路：租樓、二手、新樓，每條路真實要幾錢，有咩服，邊條最啱你？你哋自己去睇睇啦吓。我係 Stella， 我唔係嗰啲西裝骨骨同你講呢個盤好抵啲經紀嚟嘅吓，我係會踢醒你，唔俾你俾人呃嗰一種。坐穩啦，我哋而家開始。OK， 第一條路咧就係租樓。租樓嘅好處咧好明顯，唔使一大筆首期，唔使孭貸款，隨時都可以走。咁所以啦，好多人第一個反應咧就係租住先啦。咁表面睇咧，租樓啦係最安全嘅一個選擇，但你認真計下條數，你會發現租樓先係最蝕嗰個。嗱，計下條數咧，你哋就明噶啦吓。中山一個2房嘅單位，月租1500至2500人仔，3房2500至3500嘅人仔吓。咁即係話你一個月使緊1-2千蚊人仔，好似好平，但係你計下3年，1500蚊一個月乘翻36個月，就等於54000蚊人仔啦。2500蚊一個月嘅咧，乘36個月就等於9萬人仔。咁3年落嚟5萬到9萬人仔冇咗，咁呢筆錢咧係純支出，冇得翻轉頭噶，亦都冇資產，乜都冇。如果你租5年，10幾萬人仔就咁就燒咗噶啦。咁而你知唔知中山而家有啲新樓盤咧，2房首期都只係10萬蚊人仔左右噶咋？你租金俾咗5年，夠晒俾首期有得啦。租樓嘅尷尬位咧，仲有一樣嘢嘅，租樓嘅人永遠有個心結，間屋唔係你嘅，你想喺牆度轉個窿掛幅畫，你要問業主；你想換個靚啲嘅燈，又要問業主；廁所漏水，等業主揾人整，等幾耐？唔知。你每個月俾緊錢，但係你對呢間屋嘅控制權係0。講得難聽啲咧，業主一句我唔租啦，你就要執包袱走噶啦。所以租樓係咩嘢？係一個過渡嘅方案，適合短期未決定試下水溫嘅。但係如果你已經決定長住喺大灣區咧，繼續租落去，每個月嘅錢就係潑出去嘅水。又或者直接咁講，你喺度幫人哋供緊樓咋？不如諗下嗰筆錢可唔可以用嚟自己供層樓啦？記住呢個問題，我哋睇埋第2條路先啦吓。OK， 第2條路，二手樓。好多人咧一聽到二手樓咧就雙眼發光，平啊嘛，冇錯啊，二手樓確實係平，同一個區同一個質素，二手樓比新樓平2到3成。中山核心區、石岐、東區、火炬，二手均價啦，大約就係8000到1萬人仔一個平方。80平方2房或者3房嘅話咧，60零萬或者到80萬人仔就有得交易嘅啦。聽落係咪好抵？係，但你有冇諗過點解咁平？二手樓平係有原因嘅。2021年高位嗰陣，核心區二手去到15000至18000一個平方，而家咧就跌咗5到6成。馬鞍島仲誇張，高位35000，而家12000、13000，跌咗6成幾。深中通道通咗車，價錢啦反而跌到仆街，因為啲人咧計完數，過橋費加通勤嘅時間，發覺唔抵，所以而家二手市場嘅平背後係成個市場嘅信心崩潰。你買二手即係接人哋嘅貨咯。當然，如果你識揀嘅話咧，二手咧都可以好抵嘅。但我問你3條問題啊。問題1，你識唔識得睇樓？二手樓最大嘅風險唔係價錢，係你睇唔到嘅嘢。廁所漏水落樓下，你睇樓嗰15分鐘，業主唔會開水喉俾你去睇嘅。外牆滲水可能冚咗層新油，半年後先浮現出嚟。電線老化，你唔會帶個電工去驗樓噶嘛？到我同你講個秘密啦，有啲業主咧會專登裝修完先放盤噶。點解？因為新裝修可以冚住晒啲問題咯。牆身裂咗，
鏟咗佢，批新灰，地板花晒，鋪層新膠地板，你睇落好靚，住落你就知味道啦。問題二，你知唔知產權點 check 啊？內地房產證有大產權、小產權之分，小產權係村嘅集體地，你俾咗錢，法律上層樓唔係你嘅，一定要睇不動產權證書啦，一定要紅本，一定要70年住宅嘅產權，仲有50年綜合用地、40年商業用地，你都分唔清㗎，你買錯咗，喊都無謂啦。問題三，你預咗幾多錢裝修？二手樓你買返嚟，裝修風格90%咧，肯定唔啱你心水嘅，全包重裝80平方嘅話，10零萬人仔起跳，未計你裝修期間要另外租地方住嘅成本，加埋埋你二手樓慳到嗰10幾20萬，大部分都嘔返出嚟做裝修咯。到頭嚟咧，你使嘅錢咧同買新樓差唔多，但間屋係舊嘅。所以二手樓嘅問題係表面上平，但你唔知要俾幾多嘅一個隱藏成本。如果你係專業人士，識睇樓，有相熟嘅裝修師傅 ，OK， 二手可能啱你。但如果你同大部分人一樣唔識睇，怕麻煩，怕中伏，咁你有冇諗過第三條路 ？OK， 而家就到第三條路啦，新樓。頭先咧講咗租樓嘅一個問題，每個月燒錢冇資產，又講咗二手樓嘅問題，隱藏風險，隨時中伏。咁新樓呢，我直接同你講下，新樓啦的確係貴啲，同區咧比二手貴2到3成。中山核心區新樓大約9000至13000人仔一個平方，發展商劈價盤可以去到7000到9000。10平方新樓核心區大約70零萬到100萬人仔，貴過二手10幾20萬。但係咧，你睇睇呢10幾20萬買到咩？你買到嘅係安心，全新冇人住過，冇上手業主養過貓，冇上手漏水，冇上手喺牆度鑽窿，你係第一個住嘅人。2，發展商精裝修，地板、牆身、廚廁、冷氣全部整好晒，你搬個篋入去就住得㗎啦，唔使自己揾師傅，唔使同裝修鬥智鬥力。唔使怕裝修佬走數，淨係呢一樣嘢已經慳返10萬裝修費同3個月嘅精神壓力啦。3，新會所、新設施、泳池、健身室、花園、停車場全部全新運作，唔使擔心二手樓嗰個壞咗嘅半年都冇人頂嘅泳池。第4，最重要呢一樣嘢，唔使擔心上手業主有冇隱瞞嘅一啲問題，唔使擔心產權，唔使擔心租客未走，你買嘅係一個清清楚楚、乾乾淨淨嘅開始。但係你必須記住一樣嘢，買新樓咧有一個死穴嘅，就係期樓啦。期樓咧即係發展商仲起到一半，叫你2年後先收樓嗰啲啊。2021年至2023年咧，恒大、碧桂園爆煲，幾多人俾晒錢，樓冇收到，銀行仲要繼續追你還貸款，喊都冇用，錢冇咗，樓冇埋，仲爭咗銀行一屁股債。所以我話俾你聽，買新樓一定買現樓。發展商起到7七八八，你親眼見到即買即住嗰一種，唔好貪平買期樓，平嗰10幾萬係用你成副身家去賭。所以咧，新樓係乜嘢？新樓係一次性解決晒你嘅煩惱，唔使租樓咁每個月喺度燒錢，唔使二手樓咁擔驚受怕。俾多10幾20萬買嘅係安心，係方便，係一個真正屬於你嘅全新空間。而且你知唔知而家中山咧有幾個國企現樓嘅盤，價錢係真係事實好靚嘅。我而家唔係 sell 緊你哋啊，但你唔睇就蝕底。講到呢度咧，你可能已經有個答案喺心入邊噶啦。OK， 等我同你做埋個總結先。租樓短期 OK 嘅，長線蝕到入肉，每個月燒錢，5年夠俾首期啦。二手樓表面上平，但你唔知有幾多隱藏嘅成本，裝修10幾萬，維修無底深潭，產權風險自己孭。新樓貴少少，但買得到一個安心，買到全新，買到即住。前提係一定要買現樓。你睇下3條路擺喺你面前，你覺得邊一條最啱你？我講個秘密俾你聽，我做地產咁耐咧，見得最多嘅後悔唔係買貴咗，而係為咗慳錢揀咗唔啱自己嘅路。
租咗幾年先知道蝕到鎖，買咗二手先知道中伏，到頭嚟都係要睇新樓。與其兜個大圈，不如一次過睇清楚。而家中山咧有幾個國企嘅現樓盤，價錢靚，地段好，即買即住。我手頭上咧就有晒呢啲資料噶啦，想知多啲，下面留言或者係直接 DM 我約你親身去睇，睇完啱先再講啦。唔啱嘅咪就當出嚟行個圈，飲杯咖啡咯。我係 Stella， 我唔會入你噶，因為我全還全，但係我仲有良心嘅。同我睇樓，你一定唔會後悔。好啦，今集講完，記得點 like 同埋 save， 將條片 share 俾身邊有諗住行呢3條路嘅朋友仔啦。我哋下集見，拜。